甲骨释文第51集。商人的祖先为何而来？诗经相送安尼讲：天命现照，共离生商。祖先的祖，甲骨文无四字旁，而且的且是照用的意思，本意就是祖先。什么是商人的祖先？就是鸟，蓝鸟就是商人的祖先。阳具崇拜就是商人的文化，现鸟是诗经文学上的讲法，蓝鸟就是真土性的讲法。别人可能无好理解，讲闽南语的人一看就知，有无？汉语有真侪四字旁的字，意思差不多拢等于福，无就是伫往福的路上。甲骨文画的是画一支香，有香火上升的烟气，意思是拜香显示夜，读音是显示的香袂使花，花去甲神明的交通就断去啊。祖是举香拜神主牌仔，或者表示已经死去的先人。若以祖先的名义讲话，就是蛇。伫神主牌仔前咒蛇，就安尼写。即字嘛读蛇，是毋是就真正常、真好理解啊？意思往也。即字蛇是3000年前的定用字，诗经伫写的字。我蛇东山，安尼一蛇工来遮学习有价值无？行一蛇工的蛇，若做动词用，读处也会使。我处东山前往的意思。即字处为何有推送、意志消沉的意思？为何安尼写呢？像这底水的塑胶粒仔，用针拄一空，水就会注出来，就细江水泄漏出来。若是清水为蓝鸟注出来，就是潲；清水注出来，蓝鸟就会取落来，取送就安尼来。所以即字有3个读音：形容词的取、取送的取、动词的注、轻声注、名词的潲、无声潲录音的潲。即字读苦，字形是将木将车，是伫形容蓝鸟像茶共款，头脑硬壳壳，定翘翘，定壳壳，毋知通变通啦。苦潲是骂人毋知天高地厚，毋捌一箍烂，讲人见识伤浅。把柴苦破平，就变成渣，就是渣的本意。破细平就已经毋是大苦啊。即字错，轻声错，意思是稳命也。一般是一定的身份地位的人才用即字错，例句先帝帮错。一般人用即字错，暴毙突然的意思。例句伊雄雄错起来，互人感觉真意外。即字嘛会使读出，例句猝不及防。厝面皮写即字厝，意思破也。即字嘛读蛀掂也。例句易珠仔、尿珠仔。即字读掂，砧板就是菜店、肉店。你咖啡要热的还是冰的？冰的啦，翻桌子的冰的，安尼写有道理无？水的液态翻转做固态就是冰，本做冰，所以冰的、冰平安尼写嘛算有寡道理。即字点将丙将车高高在上的祖变成是卑下的点，高下相并，所以即字点就有并的意思，嘛有并的读音，这是为字形来说明。另一个解说，祖传讲的言有节柄，意思是伫肉店对半切开，切开以后就爱冰平，这是照文献的解说。即字嘛是丙，文献只有说文解字即句，毋知你看有无？若无甲骨先生的题册，我可能嘛永远看毋捌。即字死就是
糋，其实是在讲糋。富士就是压制纷争，压是其实嘛同款是在讲压制纷争。例句做家爱请，做人爱秉。即字呢，将压将华，为字形来看是顶面施加压力，下骹发力，亲像倒骹椅仔骹若无在，会偏斜，会倾覆。同音平，例句头晕晕，行路频频。还有几字车字旁的字，大家应该真熟悉，但是为何安尼写呢？爱先来捌即字粗，有一个虎头的车，等于加强版的车。即字将手将虎将车，车是紧骨有力的连结，本意是以手用力扑虎的尻川，同音虎价声虎，变调是四声哦。例句纸箱仔要立底啊，赶紧好好调。荸仔好荸，牵鼓清荸掠鱼的意思。组字的即字组，将父将初省，父指高低，初指开口要食人的虎，意思就是伫险要之地拿手，鼻音读查。安尼的鼻音为大词本会使看出线索，查之言查也，例句查车、查人、查日头。即字组字形是将零省将粗省，粗是代表贵重物品，意思是用零段甲分散的零件结合成完整物件，组合也、组织也。为何织有高字旁呢？即字组将细省将粗省，粗指做田的男丁，为男丁身上课税叫租。较早阮阿爸做田爱交田租、水租等等。即字粗字形是将草省将粗省，草指草率，粗指做田的查甫。粗的意思就是老男子。要构成一个汉字，形、音、义三者一定拢爱符合，是安尼无？对现代人来讲，这只是讲好听而已啦。自细汉咱学的每一字，有人讲过字形甲读音的关系无？甚至有人认为有的汉字有一个无意义的声符。现代汉字淡薄变成拼音字啊，有无？甲骨先生教的甲骨文，每一字拢有为字形中找出其中的正经音，来测出新的并切音，或者是重点的释义，也是发音。闽南语是甲骨文的母语，毋是册批话凊彩讲讲而已。其他的方言会使安尼表达无？有兴趣的人会使试看卖。搁参像即集讲到的母字的字形是将车将母，嘛是把握字形的每一个细节来探讨其中的读音甲意思。看起来是真简单，其实呢，你详细看康熙字典，真少字有探讨字形本身。所以啦，教台语字的其他节目讲规半部，就罕伫讲到字形本身。总是天边海角在人讲咯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